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是臣妾没照看好小爷，臣妾有罪，请皇上、皇后娘娘治罪。起来吧，朕和皇后都看到了，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。来，坐下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不要跪。奴才，是你救了莲儿。奴才不敢当，是皇上娘娘洪福齐天，让奴才给赶上了。海王，奴才在。你管着内务府，宫里头朕也离不开你。日后慎刑司的差事就交给来福好了。奴才遵旨。奴才谢皇上隆恩。叩见皇上！叩见皇上！给莲儿和来福好生查看一下，都散了吧。啊，去，是，快去，去吧。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果然下手了。什么下手啊？你是说莲儿刚才发生的事情？不会吧？咱们刚才都看到了，恐怕是莲儿调皮，不小心。朕果然小觑了他，他是能杀人于无形的。哼！海王，奴才在。于明若兰，给朕查出宫中内鬼，不得再耽误。是，可皇上知道贝勒爷如今不在郑家庄，那就先告知梅轩。再这么无所作为，朕绝不会容忍。奴才遵旨。老爷、太太，天黑了，明儿要走水路，不如在这儿歇一宿吧。好吧，就在这儿歇一宿。好嘞。哎，您慢点儿。您里面请。啊，老爷太太这边走。你这客栈倒有些规模啊！谢老爷夸奖。出入金陵的客官，走水路来的，往水路去的，全都得在这儿站一站。就是起运货物，水路倒旱路，旱路倒水路，也得在这儿折腾一回。所以小店就整出这么大个规模来了。好，您看好啊。哎，父亲。哎，小二。哎，老爷，你先带太太进去歇息。夫人您这边请。父亲，那边来来往往装卸货物的，我看好像都是郑家庄的镖师啊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我也觉得奇怪，可天儿太黑看不清楚。可他们的衣着，怎么瞅都像。哦，小二，哎，来，客官，在那边往来卸货物的人是哪儿来的呀？都是小店的老主顾，京师来的镖客，来往押送货物，全在这儿歇歇脚。还真是他们。哦，老爷这边请。您看，这是小店最大最好的一处套房，足够老爷太太一家住下。明烟，来，哎，老爷您请。你盯着点这些搬东西的镖客，我待会儿出来找你。哎，二爷，有个洋人。洋人？别拉下东西。是。哎呦，
还真是哎。慢点啊，来，放上去。是，来，他边上那个怎么瞅着眼熟啊？哪个呀？就那个。出发！真贝勒啊！我怎么没看见？咱们跟上去，别让真贝勒瞅见咱。好。龙师傅，就在这个地方训练，你看如何？我看可以。这里是个山谷，声音传不到山外，而且不会惊扰到别人。好，来，卸车。是。什么呀？那是？我也看不清楚啊。所有人把箱子打开。打开，把大炮组装起来。轻一点。哎，好，这边也轻一点啊。他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哦，哎，二爷，你看，仔细点啊，轻一点。哎，这是，走，误会啊，误会！贝勒爷抓住了！真贝勒，是我呀，我是你秦兄弟。秦兄弟，快放开他们，都是自己人。哎，我说贝勒爷呀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秦兄弟，你为何也到了金陵了？我不是到，我是要离开金陵了，碰巧跟你住了同一家店。你都看到了？啊，看到了。哎，怎么，你还要跟我保密啊？来看看。哇，老天爷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叫红夷大炮。哦，这东西最早啊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明军用它守城，从澳门那边的洋人手里买过来的。哦，为什么叫红夷大炮呢？因为那时操持这种大炮的都是澳门的洋人，个个都是红头发红胡子，所以叫它红夷大炮。这个炮啊，曾经打中过咱们本朝的开国皇帝，就是圣祖努尔哈赤，圣祖就是重炮驾崩。后来啊，本朝清军也装配了这种大炮，攻城陷地全靠它了，无所不克。那贝勒爷用它来干嘛呀？哼，买来玩玩。哎呦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把这东西拿来玩啊？不能说是吧？机密。日后啊，有了机会，我再跟你细说。哦，贝勒爷，大炮装备完毕。龙大人，这位是我拜把子兄弟秦二爷，啊，你先给他讲讲这红夷大炮吧。哎，真贝勒，这位是大人，还姓龙。这位是澳门那边过来的西洋军事专家，他可是个行家，而且他非常喜欢我们中华的文化，他给自己改了个姓儿，姓龙。龙大人，我这兄弟不懂这玩意儿，你给他讲的详细一些啊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西洋火炮的改进型。贝勒爷方才说的那种炮，与我改进的这门火炮相比，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具。真贝勒，原来这洋人也会吹牛啊！贵国以前用的西洋火炮都是铅装花膛炮，火炮的管壁前后一样粗。请看这门火炮的炮管，前头是细的，越往后越粗，从火门到炮口，炮管的直径大了1倍还要多。你不要跟他说什么直径啊、管壁啊，我这兄弟他也听不懂。
你就跟他说这样的炮管有什么好处吧。对，你来看，这样的好处是，射程提高了，杀伤力更大了，而且绝不会炸膛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准星，这是罩门，是炮手用来瞄准的。你们再看，炮身上的这2只耳朵，这叫做炮耳，用来将此炮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上，能够随意调整炮击角度。这样，我们操作起来就会相当方便。还真是啊，这大家伙使唤起来还挺活泛啊。各种学问都在这2个物件上。这个叫距度，是测量地方距离所用。贵国炮手发炮用眼睛估测，所以打不准。用这个距度来测量远处敌人的距离，仔细观看权限所指的度数，就可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算出准确距离。好家伙，还真是天书啊！请到这边来。这个叫冲尺，炮身仰角多少？用的是什么材质炮弹？装填火药多少？要想击中目标，就靠这个。嘿，你这不说吧，我还好像能明白点儿。你越说，我反倒越糊涂了。好了，龙大人，你给咱们讲这些啊，不啻对牛弹琴啊。哎，近日我是来验货的，我呀，就是想啊，看一看它的实际效果如何。没问题，我这边都准备好了。来，咱们到这边。好，测量。好，测量完毕。装填炮弹。开炮。开炮。开炮。哎呀，好准啊！这一炮打得有准头也就罢了，没想到这3炮全都打得准，这可就是真准了。龙大人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跟那边去说，我要300门。这太多了吧？很贵的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跟那边说，给我预备好就行。交货时，我一定会亲自到。好的。秦兄弟，我在金陵这边还有事情要办，你我只好回京再见。好，陈贝勒，你保重。走。父亲还没睡啊？这里不用你们了。是。宝琴，你坐下。是。今晚这件事，大出我的预料啊！父亲都知道了。我看到你和明烟跟上了陈贝了，我也很好奇，心里头有些紧张。实际上，只要是事情与李亲王府有关，我总觉得会出大事。嗨，其实就是陈贝勒请洋人给他演练西洋火炮。此等炮击景象，本朝之人很难看到。我猜想，大概自圣祖以来，这种火炮便很少能在外省看到，或者只有8旗火炮营还有些存货。存货？父亲是说，本朝不再制造或购买西洋火炮？这正是我大出意料之处。陈贝勒竟然忤逆圣祖圣谕，勾结洋人，购买此等火炮。是圣祖不让购买火炮的？岂止不准买卖，就是各省官府自己出钱捐造火炮，也是严狱禁止啊！啊！那陈贝勒岂不是有抗旨之罪？父亲，
圣祖的圣谕是怎么说的？大约是康熙22年，各省奏臣捐造西洋火炮，圣祖康熙爷言谕，火炮系8旗专有火器，各省盖造断乎不可。而后雍正一诏，不仅不准私自购买军火，更不准任何官员与洋人私相交往。哎呦，这可坏了！私购军火，交往洋人，就这2条，陈贝勒全犯了。除非李亲王得到了当今皇帝的特殊许可。父亲说的有理，若不是皇上特别恩准，陈贝勒也没那么大胆子。我跟你说这么多，就是要让你留个心眼儿，日后再见到陈贝勒，你要好好问问他。是。哎，这件事回京后，我也要探查明白。姑娘，莲儿奶奶和薛姑娘来了。哦，凤姐姐。哎呦，你别动，身子可是大好了。多谢凤姐姐惦记着，已经好多了。哎，真是奇怪了，妹妹的身体算是弱的，可是看你写字刚劲有力，好像不是妹妹写出来的。若是笔都提不起来，那可真是完了。我倒觉得妹妹写字不是靠手力，倒是用心力。听你这么说，还真是我的知音。妹妹写字多些，身子倒不乏，心里头觉得累。哎呦，你们说的这些呀，我听不懂。今日来啊，看看你，也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凤姐姐也这么客气起来，还真是新鲜。姑娘，茶沏好了。咱们坐着说吧。荣哥的事儿，你总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始终不见他的踪影。可若找不到他，李家的那笔罪产也就找不回来。欠下这笔孽账，总是我的罪过。不把他找回来，把这笔账给追回来，我也没脸见人了。你也知道，前些日子我捅了自个儿一簪子，就是为了得知他的下落。现在总算知晓，他就藏身在郑家庄了。凤姐姐，要我做什么吗？李妹妹，你是去过那郑家庄的，那就是李亲王府所在。若是藏起个把人来，一般人是找不到的，更不敢去抓了。难道我就敢了吗？可妹妹的老师就在这儿啊。这倒是。有追缴罪产的圣旨，请赵大人带上大理寺的捕快去拿人，倒是顺理成章。就是这话，妹妹去说呀，最合适啦。行，两位姐姐一起去就是。哎呀，照说呢，本官的女弟子请他老师帮个忙，我是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可这个忙，本官真是帮不得。圣谕请赵大人追缴罪产，罪产是赵荣藏匿的。如今赵荣藏身在郑家庄，只有抓到他，才能查出罪产下落。所以，缉捕赵荣，不正是赵大人该做的事情吗？莲二奶奶果然名不虚传，说出话来头头是道，滴水不漏。可我说这件事情不能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还请赵大人明示。你们想想，那么大的郑家庄，赵荣藏身在那里，要抓到他，就得到处搜查。可说起所谓郑家庄，其实也就是说是李亲王府。所谓搜查郑家庄，其实也就是搜查李亲王府。怎么，不能搜吗？不能。李亲王爷是当今皇上最年长的兄长，无论王爵还是伦常，
都在皇亲国戚之首位。所以你们想一想，本官带着一大群大理寺捕快去拿人，你们这不是让本官去找死吗？不要说没证据证明李亲王爷藏匿了赵荣，就算是有证据，也还需要皇上的亲谕，我才能进得了王府的大门。老师，哎呦，嫔嫔啊，我好久没有听到你这样称呼我了，如今又听到了，真是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。哎，嫔嫔，你说，我是想起老师教过我的另外一个道理：如若官员所谓之事是正当的，又不能及时得到圣谕，那么这个官员是可以变以行事的。嫔嫔啊，你还记得我曾经教过你的这些？我真是好欣慰，好欣慰啊！那老师是可以变以行事的。是，老师当然是可以。哎呀，可老师我不能这么做呀。为何不能？这么说吧，老师我奉旨办案，我呢也驻扎到了这里。按说吧，赵荣是顺公府的小主子，我头一个就应该怀疑他没藏在别处，其实就藏在他自己家里头。我最该做的，就是马上查封顺公府，搜拿赵荣这个嫌犯。哎，嫔嫔啊，我一直没这么做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是你老师，赵大人又是你老师我的恩师啊，这师生之情，他时常拦着我，有些事情我不能做呀。可老师也不能总是这样拖下去啊。是啊，你说的很对。所以老师我也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，既全了对恩师的情谊，又不辜负皇上对本官的期许，同时还能把案子给办了。那老师可想出了办法？老师已经想出了逼迫嫌犯投案的办法了。请旨查封顺公府。这有什么用？他根本不会藏在他家里。我用的是敲山震虎之计，只要把顺公府一封一查，搜寻罪产，盘点卷口，以便将来查抄之用。这么一闹腾，嫌犯为了保住他的家，定会来投案自首。那这府上不大乱起来了吗？这搜查，毕竟还不是查抄。哎呀，乱一点不会伤筋动骨。莲儿奶奶，其实本官跟你一样着急。若是抓不到赵荣，罪产也追缴不来，总有一天，我怕那李家的下场就是赵府的前车之鉴啊。所以我知道莲儿奶奶堪称巾帼。若是莲儿奶奶有本事让疑犯归案，那这案子不就结了？本官也就不必这么为难了。那何时查封顺公府？不急。虽说这是个敲山震虎的主意，但是恩师若是不让我做，那我绝对不会去办。我已经派人到金陵那边去见恩师，由恩师来定夺。我想，二老爷他会赞同你的法子，那这事儿就依了大人了。哎呀，借二奶奶吉言。那咱们就不给大人添麻烦了，告辞。好，走好。哎呀，大人的那个女弟子，还真是万里挑一的呀。纯，真是纯啊，没有一丁点瑕疵，更是个不谙世事的。可是不能让这个俗事给我污染喽。
我若是果真娶了她，我就来个金屋藏娇，凭她是谁都不许看，也不许碰。我也不许吗？特别是你。哎，你说赵荣真会藏在礼亲王府吗？说不定啊，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荣哥找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薛姑娘跟我去，你跟沈霞妹子最好，请她帮忙，她不会拒绝你。至少先把荣哥的藏身处探听出来，才好说下一步。行，我跟凤姐姐一起去。普公府莲二奶奶到。两位，请。侧福晋，是赵府来的，来见嫡福晋。两位姐姐可真是贵客啊！侧福晋吉祥，不敢当。两位姐姐这边请。妹妹，看是谁来了？凤姐姐、薛姐姐，你们来了。人我可给你迎来了，我就先退下了。梅姐姐，谢谢你啊！我这就让人给你们送茶来。哎，两位姐姐，快坐，咱们坐下说话。霞妹妹，可好啊？好，可不好嘛！在这王府里头养尊处优的，我瞅着你连头发丝儿里都透着舒坦。是好，我这舒坦的都腻歪了。两位姐姐，快喝茶。霞妹妹啊，我早就知道琛贝勒还有个侧福晋，原以为你会受不了这个，没想到你们好像还相处得很好啊。这个呀，我也没想到。不过我想想，心里还是觉得很奇怪。自从我嫁到王府里，贝勒爷就没到侧福晋的屋里去过。啊，还真是奇怪了。那他也不闹啊？他不仅不闹，对贝勒爷也罢，对我也罢，反正就一个字：好。这么说，妹妹还真是个有福的，怪不得还是这么漂亮呢。我记得秦兄弟说过的，男人是浊的，女人是清的，可女人嫁了人也就变得浊了。如今看来，不是变得浊了，只不过是没了自在罢了。你看看，自打你嫁到这儿，咱俩还真是头一回见呢。可不是吗？以前啊，总说咱府上规矩大，可我自从进了王府的门才知道，跟这儿比起来，咱们府上根本就算不上有规矩。想想以前在荣官园里疯闹的日子，这儿啊，简直就跟监牢一样。这丫头说话还这么直，让你男人听到不打死你？他敢，就是他在这儿，我也敢这么说。那他不在吗？他呀，他出去公干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，我不管也不问，正好啊，落得一身清闲。这事儿还难办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难道这事儿非得他办不可，我办就不成吗？能，只要霞妹妹在，这事儿一样能办。赵府那边来了2个女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刚刚被休了的莲二奶奶，还有一个呢是薛府的大小姐。他们现在
在少奶奶房里说话呢。一定是为了荣哥。奴才也是这么想的。那笔李家的罪产，是莲二奶奶交给荣哥的，如今他头上还顶着罪过，所以最想找到荣哥的就是他。荣哥进来怎么样？自从让董金铎那帮道上的给黑了一回，奴才就把他给转进在后院了，再也不许他出府了。一定得看好喽，千万不能让他露了我的底牌。您放心吧。禀王爷，少奶奶请见。是不是后边还跟着2个人啊？是，说是府公府那边来的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哎，王爷，你也去吧，别走远，我还有事找你。明白了。姐姐请。阿玛，儿媳给阿玛请安。啊，霞儿啊，这2位是？哦，这位是府公府的凤姐姐，这位是薛府的薛姐姐，给王爷请安。不必拘礼，看坐，坐吧。谢王爷赐座。坐。阿玛，我这2位姐姐今日原是来见贝勒爷的，可是听了他们说的事，儿媳觉得先来请示一下阿玛较为妥当。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给王爷添麻烦了。前不久，我把一笔李家罪产交给了顺公府的赵荣，不料他和那笔罪产都失踪了。后来皇上怪罪下来，要查缴罪产。王爷您是知道的，我家老爷的长女就是皇上最荣宠的贤德妃。我猜想，就是因为这层关系，抚顺2府才没有被查封。如今要结案，赵家要免罪，关键都在荣哥身上。找到他，再找回那笔罪产，上缴朝廷之后，这案子就结了，赵家也就不会出事儿。这个案子皇上曾明谕彻查，所以本王也是知道的。可你们2位来与本王说这些，不知为何呀？有人在王爷的郑家庄见到过荣哥，所以就猜想，这里定然就是荣哥的藏匿所在。这说法过于武断了吧？是，今儿个我和薛姑娘来这儿夜见王爷，就是想请王爷查证，这个说法究竟是不是实情？这种说法怎么会是实情呢？如此罪案嫌犯，本王绝不会占幸的。是，方才啊，我霞妹妹也是这么说，说她的阿玛绝不会藏匿一个朝廷缉拿的嫌犯。可我呢是这么想的，您说这郑家庄这么大，也只有王爷您能有能耐撒下这天罗地网，到处搜上那么一搜。若还是搜不出来，那这件事儿也就罢了。哎呀，要撒下个天罗地网搜一个人，动静也就太大了些。王爷，您若是不愿意这么做，我们这些没能耐撒网的，也只好另想办法。哦，你有办法？被逼无奈，也没什么好办法。可我是这么想的，那荣哥嘛，我还是很了解他的，他是爱玩爱闹的。若是藏得太久，不让他出来见人，憋也憋死他了。上回董金铎那帮道上的抓了他，就是在郑家庄的一家酒馆里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咱没那么多人，也没那么大权势，到处搜他捕他。可咱们到处派些人，整天盯着他，总可以吧？他只要没给什么人暗杀了，总要从窝着他的什么小黑屋里出来透透气。他就是一只狐狸，也总会露出他的尾巴来。您说是不是啊，王爷？我们这些笨人啊，也就只会想出这个笨方法。哼，本王爷听说府公府的梁二奶奶了不得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！王爷容禀，我家凤姐姐的意思其实有2个，
一个呢，不找到荣哥，他是绝不会罢休的。这二一个呢，王爷若是愿意帮把手，您一个小指头的力量，我们百人千人都比不过。薛姑娘谬赞了。阿玛，你就帮帮我这2位好姐姐吧。为了找一个人，这动静太大，了。容阿玛再想想，你们容我再想想啊！镇霞妹子，你说，你家王爷会帮咱家这个忙吗？这个我也说不好，就是我家贝勒爷也曾说过，阿玛的心思可难捉摸了。或许王爷真有难处呢。哼，有什么难的？这是王爷的地盘，他吆喝一声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办的？那就请2位姐姐再等等，也陪我说说话，好吧？走。王爷，若是寻常日子，这个人这笔钱就是都还给了他们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可如今最要命的，这个人这笔钱都不能露馅儿，不然的话，这正煮着的这锅饭还没接锅呢，就得砸了锅。王爷说的是府公府来的那2个娘们儿？别小瞧了他们。尤其是那个莲儿家的，他要是闹起来，怕是出动2个镖局都镇不住他。王爷，您不必多虑，荣哥在咱们府里那藏的是严严实实的。架不住他派出许多眼线，天天到我郑家庄来转悠，只要找不到人，他就日日让我不得安宁，我又不能杀了他。王爷，您这句话可是说到了根儿上了。人要是没了，他还能找什么呀？你是说？杀人灭口，只能这样，斩草除根。荣哥对本房的大事是立了大功劳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好这么做。不过杀人灭口这出戏，还是得演一演。演戏？皇府里有现成的戏班子，这不能做到吧？哎，王爷，你说这个戏演给谁看呢？自然是演给府公府那2个女人看的。荣哥死了，他们不必再找了。好，奴才这就去布置去。记住，要演得跟真事儿一样。王爷，这事儿您放心吧。